你係咪一聽到癌症呢兩個字，個腦就咣一聲，跟住就自動彈出一個念頭：弊家伙，要開始化療啦，要甩頭髮啦，要嘔到死去活來呢？我都知道呢個時候你慌啦，你屋企人都急啦，感覺個天都要跌落嚟，成個家庭好似瞬間就被扯咗入萬丈深淵咁。不過你先唔好急住絕望，定啲嚟聽我呢位喺臨床一線打滾咗好多年嘅老醫生同你講一句真心嘅說話：90%嘅癌症病人其實根本就唔需要化療。大家好，歡迎嚟到劉主任嘅醫學講解堂。你冇聽錯，我都冇腦懵懂。呢個唔係我為咗氹你開心作心嚟嘅大話，而係實實在在嘅醫學事實。可惜嘅係，平日大家忙住排隊掛號，忙住做檢查，好少有醫生可以坐低用你聽得明嘅大白話，將背後嘅道理拆開，仔細講俾你聽。經常有剛做完手術嘅乳癌病人，好心急咁跑嚟問我，話劉主任，我見人哋都化療，我係咪都要化療啊？我唔做會唔會死㗎？係咪化療先係指定動作啊？睇住佢哋嗰對驚恐嘅眼睛，我總會溫和咁話俾佢哋知，你身體入邊呢場仗，主力部隊即係外科手術，早就已經將敵人嘅大本營鏟除咗啦，剩低嘅不過係一啲可能喺角落頭嘅殘兵敗將。呢個時候你確實可以派善後部隊去清掃下，將風險降到最低，但你同樣可以選擇俾身體休養生息，唔再折騰。關鍵唔係醫生替你做乜嘢決定，而係你自己想唔想再打呢一場仗。你想將勝率提高幾個百分點。好多人一提到治療癌症，滿腦子就係打仗，就係搏命。但係我想話你知，癌症治療呢場仗從來都唔係靠某一種單一嘅武器就可以取勝嘅。佢係講究排兵布陣嘅，係講究整體戰略嘅。呢個唔單止係打唔打嘅問題，而係點樣打、幾時打、派邊個去打嘅問題。你可以將我哋嘅身體想象成一個戰場，當我哋懷疑有敵軍，即係癌細胞出現嗰陣，第一步絕對唔係咪埋眼衝鋒陷陣，嗰啲係莽夫嘅行為。我哋首先要做嘅係派出情報偵察部隊，即係先做詳細嘅癌症診斷同疾病分析。我哋要先搞清楚敵人嘅主力部隊喺邊度，呢個腫瘤到底有幾大？佢係一群烏合之眾，定係一支訓練有素嘅軍隊？最重要嘅係佢有冇派出小分隊轉移到第二度去？接住我哋就要根據呢啲情報嚟制定策略。如果情報顯示敵人就乖乖地留喺一個地方，冇四圍亂咁走，呢個就係我哋醫學上講嘅局限期，即係 M0 期。呢個時候我哋嘅打法好簡單，就係集中優勢兵力進行局部打擊。一般嚟講，我哋會規劃3階段嘅作戰部隊。首先，有時候我哋需要派遣先遣部隊，呢個就係手術前化療。佢嘅任務唔係去消滅所有敵人，而係去削弱敵人嘅銳氣，縮細敵人嘅防區，俾後面嘅主力部隊創造更好嘅進攻機會。接住就係我哋嘅主力部隊閃亮登場，呢個就係外科手術。佢嘅任務就係雷霆萬鈞，一舉殲滅敵人嘅大本營。最後，我哋可能會派出戰後部隊，即係手術後化療。佢嘅任務係打掃戰場，將嗰啲匿喺草叢入邊嘅殘兵敗將清理乾淨，防止佢哋捲土重來，確保我哋能迎嚟長久嘅和平。但係如果不幸嘅係，偵察情報顯示敵軍已經四圍流竄，戰局已經擴散，甚至乎無法逆轉啦，咁就係去到 M1 期。呢個時候我哋就要轉個思路啦，唔可以硬拼，硬拼只會兩敗俱傷。呢個時候我哋評估嘅重點係點樣控制局面，而唔係全殲敵人。我哋會出動維和部隊，即係緩和性化療。佢嘅任務係穩定病情，控制局勢，俾老百姓，即係你身體入邊嘅正常細胞可以過安穩日子，提升你嘅生活品質。我哋唔求殲敵，只求能夠令你有尊嚴咁活落去。甚至乎有啲時候，我哋會選擇光榮撤退，轉向安寧療護。呢個時候，我哋嘅目的就係保住士兵嘅性命，安撫百姓嘅情緒，等病人可以平平穩穩、冇痛苦咁離開戰場。呢個絕對唔係放棄，而係將重心從追求勝利轉向追求尊嚴，令你唔痛、唔苦、唔怕。呢一成套關於戰爭嘅比喻，唔係為咗喺你面前炫耀技巧，而係我呢30年嚟喺臨床上睇咗太多病人行冤枉路、食啞虧之後，替你總結出嚟嘅治療藍圖。所以千祈唔好急住回答要唔要化療呢個問題，你要先問清楚自己，我而家到底係喺邊個戰場？
我想點樣打呢場仗？因為真正嘅勝利唔單止係打贏癌症，而係活出你想要嘅樣。將呢個戰爭嘅場景搞明白咗，接住落嚟，我哋就要好好傾下呢個癌症治療嘅策略到底係咩路數。好多人一聽到癌症，心入邊就涼咗半截，覺得呢鑊弊啦，肯定要化療啦，要受大折磨啦。但我要再一次鄭重咁話你知，絕大多數癌症患者其實根本就唔需要化療。我哋要先理清一個最基本嘅觀念，就係對於大多數實體腫瘤嚟講，意思係佢有一粒真正生喺器官上嘅腫瘤，你睇得見摸得着，有形有狀，只要佢仲未轉移到其他地方，治療嘅方法其實非常簡單直接。最常見嘅就係手術切除，直接將腫瘤連根拔起，或者用放射線治療，定點清除，就地殲滅。呢個咧就好似喺戰爭入邊，敵軍咧仲係縮喺一個據點入邊，我哋直接派出主力部隊，即係外科手術，去將成個據點鏟起。呢個就係 M0 期嘅標準處理方式，冇轉移就主攻局部，將本地嘅腫瘤處理乾淨。你可能諗唔到，好多早期嘅乳癌、肺癌、大腸癌、頭頸癌、食道癌、肝癌，癌細胞都仲好乖咁局限喺原位，只要手術切除乾淨，手術後你乜嘢都唔需要做，病人復原得非常快，生活品質都能夠維持得好好。喺呢一種情況下，化療呢一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根本就冇必要出場。但係呢啲大實話，好少人願意主動話你知。你以為化療係理所當然嘅流程，我就覺得如果可以避開，我一定得幫你避開。因為化療唔係打唔打嘅問題，而係該唔該打、值唔值得打、性價比高唔高、會唔會多此一舉嘅問題。呢個亦係我咁多年嚟一直做緊嘅事。不過講翻轉頭，唔係所有嘅癌症都咁單純。當敵軍已經靜雞雞咁四圍流竄，或者我哋作為指揮官判斷佢可能已經有咗滲透嘅跡象，戰局就變得複雜啦。呢個時候就需要派出更多元嘅作戰部隊嚟協助打呢場仗。所以接住落嚟，我要同你好好講下，到底係邊三種情況呢個化療係非做不可嘅。真正嘅戰爭唔怕打，淨係怕打錯。呢個先係該唔該化療嘅真正關鍵。好多人問我，劉主任，你唔係主張極簡抗癌咩？咁係咪越少治療越好啊？我總係搖頭話俾佢哋知，簡單唔係唔治療，而係淨係做啱嘅事。化療唔係洪水猛獸，亦都唔係萬靈丹，佢係應該根據戰局嚟調度嘅戰略工具，而唔係醫院嘅預設選項。咁有冇必須化療嘅情況呢？有臨床上，我認為只有三種情況，化療係必須認真考慮嘅戰略行動。第一種情況，我哋叫佢做手術前化療，專業術語叫前導性化療。當你剛被診斷出個癌症，好唔容易咬緊牙關接受咗呢個事實，鼓起勇氣同醫生講：醫生，我準備好啦，嚟開刀啦。結果醫生卻同你講：唔係，先唔好開刀，我哋要先做化療。你心入邊一定特別疑惑，甚至有啲慌。明明有腫瘤，點解唔即刻切咗佢呢？係咪醫生想拖延時間啊？其實唔係嘅，呢個絕唔係延誤，而係一種極高明嘅戰略。呢個時候嘅化療就好似係打仗前派出嘅先遣部隊，佢嘅目的唔係為咗殲滅敵人，而係為咗改變戰場嘅局勢。呢類嘅情況最常見嘅例子就係乳癌。如果腫瘤太大，直接開刀意味住要將成個乳房切除，就好似為咗殲滅敵人，成座城市都要被炸平一樣，代價太大啦。但係如果我哋先用化療令腫瘤縮細，再嚟動手術，可能只需要局部切除就好，可以保住乳房。呢個時候，手術前化療嘅目的唔係為咗治癒癌症，而係為咗創造更好嘅開刀條件，甚至保住器官嘅外觀仲有功能。當然，亦有啲病人問我，咁如果我唔在乎乳房，我都冇打算重建，可唔可以直接切咗佢？我會點頭話可以。如果你心入邊已經準備好要犧牲成個乳房，咁手術前嘅化療就唔係必要嘅。呢個就係你嘅人生選擇。重點唔係呢場仗要點樣打，而係你想保留啲乜嘢，願意放棄啲乜嘢。因為喺呢度，醫療唔係替你做決定，而係幫助你掌握選擇權。你想點樣活就點樣治。我曾經治療過一位70歲嘅長輩，確診早期乳癌。外科醫生其實評估後建議佢做乳房保留手術配合放療，咁保留外觀，預後都好。但係佢聽咗之後
淡定咁講咗一句：我覺得太麻煩啦，乾脆將成個乳房切除，慳翻啖氣。手術後，佢每朝早練外單弓、散步，過住規律簡單嘅生活，多年嚟都冇復發，身心安穩，活得非常好。呢個唔係醫療嘅勝利，係佢清楚自己要乜嘢，做出嘅選擇。佢冇照住醫師最靚嘅醫療計劃行，但佢揀咗一條自己最自在嘅路。咁下一步，我哋嚟傾下第二種情況，輔助性化療。當醫師話你知腫瘤已經完全切除，手術非常成功，你啱啱鬆一口氣，覺得終於捱出頭啦。佢卻接住話，不過都係建議做6個月嘅化療。呢個時候，好多人會心生懷疑，甚至有啲抗拒，覺得腫瘤都切乾淨啦，點解仲要化療啊？係咪醫院想賺多啲錢啊？係咪多此一舉啊？其實唔係嘅，我哋唔係喺度補一刀，而係喺度確保敵人真係唔會再翻嚟。因為癌症就好似一場戰爭，主力部隊雖然已經殲滅，但草叢入面可能仲匿埋咗微細嘅游擊隊，呢啲肉眼睇唔到嘅微量轉移細胞，先係最難搞、最容易捲土重來嘅敵人。而輔助性化療就好似派出善後部隊，將嗰啲殘兵敗將徹底清除，降低復發嘅機會。你可能會問，輔助性化療到底有幾大嘅幫助啊？根據多項臨床研究，對於早期乳癌、大腸癌、肺癌等病人嚟講，手術後接受輔助性化療可以降低30%到50%嘅復發風險。呢個唔係硬性規定，而係基於大數據嘅風險評估，俾你多一層保障，代表你日後可能少一次復發，少一次再戰嘅機會。我曾經治療過一位70歲嘅阿姨，早期乳癌，手術後我建議佢做輔助性化療，佢一面猶豫，望住我話：劉主任，我都年紀咁大啦，仲受嗰啲苦，值唔值得啊？呢個就係醫療嘅本質，治療唔係保證治癒，而係盡力為未來降低風險。咁下一步，我哋嚟傾下第三種情況，緩和性化療同安寧療護。喺無法逆轉嘅情況下，你點樣守住生命尊嚴？當癌症進入咗晚期，即係我哋所講嘅 M1 期，腫瘤已經轉移，呢個時候我哋要轉另外一種態度嚟睇戰爭。呢個唔再係一場打唔打得贏嘅仗，而係點樣守住陣地，等病人活得有尊嚴，生活品質盡量好。我哋將呢個階段嘅化療想象成派出維和部隊，維和部隊唔係為咗打贏仗，唔係為咗殲滅敵人，而係為咗穩定局勢，保護人民，爭取時間。喺晚期癌症之中，緩和性化療嘅目的唔再係根治，而係幫助病人減輕症狀，比如止痛止血，改善壓迫，延緩病情，令疾病唔好惡化得咁快，改善生活品質，等病人可以食飯、活動、笑得行嚟。但呢個時候嘅化療絕對要謹慎，必須時刻評估病人嘅身體頂唔頂得順，副作用會唔會超過好處。用化療之後，佢係真係比較好過，定係更辛苦？如果化療帶嚟嘅係痛苦，令病人瞓喺病床上嘔到不似人形，咁呢場仗就應該停火啦。我常講，緩和性化療唔求勝利，只求平安。面對癌症，你要先搞清楚自己嘅戰況到底係點樣。手術前，化療係縮細戰場、保留器官嘅策略。如果你願意犧牲器官，好似乳房切除，你可以選擇唔做化療。手術後，化療係追殺殘兵、降低復發風險嘅手段。如果你願意搏一鋪，都可以選擇唔做化療。今日嘅內容就到呢度，鍾意嘅朋友請多多分享。每日開心最重要，下期節目見。